专卖嘛，该总是。其实呢，主要要推荐的就是这个水晶饺，早餐都会吃俩哈。这是他们的早餐，很特别。每天早上，我今天去大概5、6点去那边等，就已经有人在排队。真的。哎，龙太讲，你还跟动力还啲讨厌咯，加热蛋糕，嘎咯，哇，这感觉很肥。哎，不要这样讲自己。我喜欢啊，我也喜欢。介绍嘛个家乡哎呦，那批豆米稀嘞，哎呦，批豆嘞，姜丝炒太炒，还有红萝卜呢，因为嗬，吃宽啊，因为嗬一般中國嘅人他冇出來嘛。哦，然後是哦，好好吃哦，入口即化。你可以難睡的哦，100多塊哎。哦。小朋友，皮皮的皮红挺好吃的，念你的蛹，好吃啊！心路開喲，無從改的心酸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來。大家好啊，馮姑嚇。我今仔大家好。今日係你強陽鬧熱特別計劃。等清久了就計劃，哎呦，了就特別計劃。係咪嚇？我從熱鬧熱就要等了計劃，係冇？兩張做。唔知㗎。清久等清久嘞。期待你。哎呀，冇期待嗎？我還好，真的嗎？我現在年紀大了。係哦。對美食來講也沒有那麼強求。真的，你不要等下每樣都說好吃要打包。對，今天其實很開心，好歡喜啊，係啊。特別計劃。你有搶到安尼好朋友啊，好朋友來介紹叫做家鄉嘅味道。自家故鄉好食東西，佢唔講你唔知啊，係嘛？嚟，安尼分享5位來賓。分享5位好朋友。我們就期待他自家帶來的故鄉家鄉好食嘅東西。哎呀，看能不能征服我們的味蕾，對對對，先來征服我們耳朵一下，先來糖後糖嘅各位。來，誒 ，TV 嘅主評員帶來後糖嘅各位。來，糖過啦。迄故鄉很遠嘅山，你批到嘅鄉，迄阿婆煮嘅鹹菜湯，你看到嘅相，迄阿爸入下嘅魚湯，你衝出嘅山歌，來上到阿公愛你嘅婆呀。木竹炎炎，再順風風，牙齒啪啪，你嘴太太摸摸起起，白沙都上門，你的愛未來。你帶伞給他，來盡身擦用情看得出你帶開心的，望盡身無限一層，看得出你懂下情。沙沙三分嘅心，看得出你很滿意，看得出你很客家你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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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條歌就快。
哎呦，喝汤的各位好，来来大家好，来，那介绍嘛个好吃的东西放在这大概先。厉害呀！哎呦，真的厉害！哎呦，出批哦，还没让我们吃到，他就说哦，哎，还没哦，还不错，我还没讲完。哦，还没好，吃都不差的感觉。俩係苗栗在地人，對會推薦嘅東西。苗栗苗栗在地，苗栗人在这边。哦，我是苗栗县，我不是苗栗市。哦，而且罗哥，哎 V6为了这个美食呢，我今天大寿，但6点去排队。哎呦，真的哦！哇，你看有相片，阿兰记嘅水晶饺。阿兰姐，阿兰，哎呦，有人拍手了。阿兰，哦，那是达兰，那不是阿兰。水晶饺穷黑苗栗，我是为了你准备的呢。为了我？为什么？对，我让你回味一下。这位 Muscle Man 是谁啊？这个罗哥，你有见证过？嗯，对，你有印象吗？懂给罗哥哦。嘿，锣声响起，那时候办演唱会，办演唱会，嘿，然后那时候有去那边吃，大概7、8年前。哦，真的哦，我有去吃啊。对，那是我从那个店里哦，我去把它拍下来的。这不是你吗？哎呦，我有去吃啊。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真的我也忘了。哎，真的吗？我就有去吃过。对啊，所以我就看到，我这一定要带来。哦，他有时候可能只是客气而已。应该是真的不错了。所以给专卖嘛，该东西。其实呢，主要要推荐的就是这个水晶饺，但是它其他的也是算一个传统的小吃，它有炒面、炒米粉，就是一些在地的一个传统的古早味。哦，就庶民美食，知道对，祖传都会吃俩哈。这是他们的早餐，很特别。来，好棒！要先吃什么？好，来先吃这个水晶饺。水晶饺，好嘞。来，让我来服务一下。来，罗哥。哦，一个够吗？够。这个看起来很厉害，它好 Q 弹哦。每天早上，我今天去大概5、6点去那边等，就已经有人在排队。真的哦，我来显示一下原味啊嘞。好，先吃看看那个口感是什么。哦，没错，它的皮很 Q 弹，很好吃，不是不错，很好吃，好 Q 哦。有的那个水晶饺那个皮啊，皮馅那种 Q 没有 Q 劲，有 Q 到你会怀疑人生。而且罗哥，你太 Q 了。你有发现吗？一般的水晶饺会是那种像水滴状啊，对，它这个是半圆形的。对，它是拿来用煎的还是什么？还是用卤的？没有，它这就是烫，然后而且它主要厉害的是这个酱哦，一定要沾，就像煮水饺来沾一下这个酱，对，它这是特制的酱，直接这样沾吗？对，直接沾就可以。哦，是不是好吃？有颠覆你的辣椒那种辣椒甜酱，有没有？它酱好吃哎，有辣。然后它里面就是那个用黑猪肉做的，对，外面是用素薯粉，所以它烫完之后吃起来口感就非常的 Q 弹。我吃完以后，我顿时想起来，我有去过阿兰。有哈，有，是不是？嘴里那个食物与记忆连接起来，对，对不对？这好好吃，好吃。对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就是这个综合的炒面，炒面旁边还有米粉，它是用那个手拌的，有戴手套，有戴手套。然后我就是买那个综合的，它是那个面跟米粉一起。哦，他们都这样一起吃，是不是？对。谢谢安志 C， 我还要米粉。对。你是不是也想吃？对。我有感觉你口水滴到我身上。你吃过就好了，吃那么多嘛。对，而且比较传统的一个味道，而且周公颖特别喜欢，因为便宜大碗又好吃又吃得饱。对，这样一碗。这样多少钱？它这样一碗小碗才25块。哇！它这样算大碗，大碗就30块。哇，这很便宜，这真是铜板美食哎。对，而且重点是铜板的小食套餐不用到100块哦。就可以吃到3样。等于这样一组，按钮一组，我们吃100块。对，这样一组不用100块。来，喝点汤。哦，这个汤有，这个汤就厉害了。谢谢。它是综合汤，我特别点了综合汤，里面有贡丸，还有鱼丸跟。那个干莲肉啊，还有干莲哦，这都他们是自己手工做的。哇，好棒哦！有干莲来的。很嘎嘅七层菜，七层菜就是哈嘎米西。有那个汤头，那汤头就用那个竹棍
嘿，对，大火熬的，他用大火去熬的，还有个胡椒，加个，哇，这也很澎湃的，一碗汤多少钱？这一碗汤就30块，这料很多对，所以3个加起来不用100元，吃很饱。哦，苗栗宜居啊。真的，东西厚实，又物价又便宜。对啊，而且在那个苗栗，它那边算是水晶饺的一级战区，很多家都是卖水晶饺，就是南苗那个市场那边嘛，哈，对，跟 Lucky 嘛，对，那间小巷子进去，馄饨街，对，那边很多都是卖水晶饺街，对，但是它这就是每天从早就开始有人在排队。我好像第一次吃到苗栗的水晶饺哦，这个水晶饺这样子做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对呀，阿兰水晶饺。及格，超越及格很多，好吧？满分，100分，做的，虽然不是你自己做的，但是哈，心意很感动，按做一排吹嘞，有按做一排，什么朋友，谢谢，多加，第一棒很好吃哎，这个好，这年好吃哈。也有上起来咧哈，有客家味啦，有哦，对啊，那冇啲客家仲吃唔到那種感覺，吃不到這種風味，吃唔到哦。好嚟，沙雷宜蘭 Tiki 嘅，好嚟，陳凱水帶來好聽嘅歌曲，來彈下啦。人的窗边，寂寞伴过暝，爱着你是我一生的记忆。想起你的笑容，犹原伫阮心中，但我来的只有心艰苦。一个人的冬天。霜风凉凄凄，爱着你，怨天怨地怨自己。不茫一生的我讲，是我痴心的愿望。但你的无情叫我要如何？我一个人爱你，你知影无？为你改变一切，拢惊风雨。只想痴心的情歌，所有期待拢无。爱你痴心已经无退路。天，旋风人羞羞，爱多年，怨天怨地怨七家，盼望一生的目光，下界死心的眼眸，让你的无情爱永伴生活。3年爱你，你甘地哦？为你全心改变，不要放浪。领受痴心的情歌，所有期待莫忘，爱你死心退路已经无，爱你痴心已经无。好深情的歌哦！你的歌吗？
对，我的歌。你爱狗也好啊，刻意部分词，刻意部分加下。你去搞狗对，刻意部分我有请教诗慧老师。哦，对，请老师必欣赏。哎呦，他也愿意这个帮你修改。当然了，哎，对啊，就诗慧老师本来就是很热心，他两夫妻真的都好热心。对啊，对，来介绍什么？今天要带来我们那个宜兰国宴料理。哎呦，凉爱迪哦，北菜肉。IMC 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西卤肉，西卤肉，西卤肉。对，你要西卤肉还学怕还嘛个？是什么？客家话，我特别去学的。是这样讲吗？那个哲伟老师，谁教你的？西卤肉是讲反正西卤牛吧？西卤牛，西卤牛，卤狗的牛。可能我的发音没有标准。啊，西的嘛个？东西南北的西，干咩？没一洗耶，肉洗。东西南北。东西也洗。东西也洗，然后一洗也洗，没共用吗？没。哎呀，是没共用哈。这是不是有典故？为什么叫洗卤牛？其实这个典故哈，其实后来有还蛮多说法，但是最早期哈，我去问阿嬷，阿嬷说哈，这个其实西卤肉的由来是，以前宜兰人不是这么的富裕哦，对，但是逢年过节都会拜拜的，让你传奇光敏感会准备很多菜嘛，拜拜，然后呢拜拜就会请人家来吃，好，但是拜拜完之后吃剩下的，全部都会把它放在一起。好，其实以前他们叫菜粿汤啦。他把它合在一起，不是拿去做厨余，没有，是拿来再熬。对，再熬以后熬煮过。对，因为里面可能会有白菜呀、萝卜啊，然后如果有拜鸡肉，各种菜尾。对，那它如果炖完之后，这个汤会更甜，更好喝，因为所有的精华都在里面。然后他们就会把里面的料吃一吃，是这样的典故，再把料放进去，再炖，像就会越来越甜。火锅汤吃不完这样子，七七49天都吃火锅。对，那它会叫西卤肉的有原因的嘛？对，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它里面全部都切丝切丝，就是丝的谐音就叫西，台语就叫西。然后那个也有看根嘛，它有勾芡的台语叫帕肉。帕肉，帕肉，对哦，对，勾芡的台语不是叫砍根吗？砍根是我们现在讲的，那他们在地就比较乡下讲帕肉。对，那上面这一个就是那个蛋丝，因为早期哈，就是说没有那么富裕，比较贫穷，但是要请客啊，又不好意思，里面都没有肉，所以他们就用蛋丝来代替肉。哦，对，这里感觉要吃一下。这个真的是，如果去一些那个宜兰的餐厅宴会的时候，都会有这一道菜。宴会跟现在板豆。对，我想要加点蛋丝，你要加点蛋丝，有，要加蛋丝。有拉吗？有，好，蛋丝。这个其实它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家乡卤白菜。哦，黑哦，对，嘛，是不是？其实卤白菜呢，它的缘由是有2位台南的师傅，对，那有一位有来到的这个宜兰，那他们本来有一位他就是做这个卤白菜的，对，那另外一位来到宜兰，他就把它这个做成对。然后把它混合在一起。对，那卤白菜它是加这个扁鱼汤头，对汤头。那西卤肉它的汤底是虾米，对，所以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这是西卤肉，这是西卤肉，对，宜兰在地的。对，那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日本的这个羹汤，叫 soup， 西卤啦 ，soup， 就米寿西卤汁这样子，对，汁那个汁，对，对，谐音也是西卤的意思。soup 叫西卤，对，就是汁嘛，他们不是叫米寿西卤吗？味噌汤这样，好好吃好好吃哦，真的，他家的蛋酥好好吃哦，对，他家的那个蛋酥会特别酥酥脆脆的感觉。这是自己做的还是特别请？这是餐厅，我旁边的餐厅做的，在宜兰吗？对，在宜兰的辣椒园。好吃。一家餐厅叫辣椒园。对。你特别请老板帮你做的。你也是5点去排队吗？5点去敲老板门。对，晚上5点。很好吃哈。好吃。对它，其实我们现代人哈都已经
想吃什么，他就会加什么进去了。你的观众朋友都在谈的里，早期它就是大白菜，然后那个萝卜丝，对，还有香菇，对，所以你看那种厨余式的做法，其实都很好吃。这个宜兰名产，西鲁肉，国宴菜，好不好？没错，西鲁菜，嘿，好，安子谁？除了那个宜兰鱼嘛，鸭嗓、金枣以外，还有其他的选择，其他的咸菜葱。还有呢，那个樱桃鸭，阴金酒店里面那个樱桃鸭，对。硬要加这一句，你少来。这反应有点太假。好，沙下来。沙来，还一边总文飞带来好吃个东西，还有好糖各位。还记得这汤锅，这个汤真好，我这样有信心的。真甜，罗妈妈拍谁哈？她变心了，她煮的比你好吃。不行啦，还有鲜香菇。一首歌，嫩嫩的故事。6个品相，这个是萝卜丝口味萝卜丝口味，这个是青葱猪肉，洋葱猪肉。哇，你会透视，你很厉害，你真的吃到成精了。你真的好厉害哦！对啊，你看这个字，它上面有写字。对，我知道这什么口味，葱牛，葱毛。对。突然发香，浮云念念空空，看不见面容。多来也蒙蒙，稀释也蒙蒙，单纯发芽，空对梦。春雨停停落落，银色天空，水点走走空空，流过树枝旁，多来也匆匆，稀释也匆匆，留下的痕迹又要用斑过，还记得。汤锅，风天水地走上桥，唱跳无叶困的歌曲，海天也听听的错，夜巴路水的歌，也金色汹涌上唱，你敢有看到，用到故事把情错，相信你听错。转来，回那对无信用，无你不会伫爱梦中，搁再去使用。敢还记得谁讲过？风跳云散依旧作案，下条不散旁的恋曲，爱你也慢慢的从烟巴落水的歌，就像呀千言百语变作无奈何，还想用无字来告白，相信你会苏信用。谢谢，感恩太感恩。哎呀，文飞姐好。
鼓掌好，你好，我是吉娜妹，吉娜妹妹好，吉妹妹。今天我们文慧老师带了马个好料本来的，皮都米头嘞，那个剥皮辣椒鸡汤哦，闻到味道了，花莲名产，花莲人吗？是啊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？是我不知道啊，你又长得不像原住民的朋友，我怎么知道？花莲没听过太忙了，要不祖先东多的哈，西片爬翻山越岭爬沟一样，在那边定居，在那边开垦，对啊，是，好，所以介绍也是剥皮辣椒鸡汤，对，哦哟，因为花莲你们就会认为是什么什么包子啦、麻糬啊，公正街包子，对，公正啊，公正包子，哦，公正不是中正。那因为我想说，来点不一样好了，因为我们那个名产街它也会有专门卖那个剥皮辣椒，油青豆，对，然后一种名产，对，它剥皮辣椒还有分软的和硬的，看脆的啦，脆的，对，那脆的就是脆的，它就是煮汤，我觉得是煮汤用的，对。那因为我把它剪成。这样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，就是长的辣椒。一般不是整条下去煮，这样还是？这是萝卜吗？剪下那个冬瓜，冬瓜呢？哇，那应该更甜。本来有蛤蜊啦，我有带蛤蜊。蛤蜊你没有放进去？怎么没有加？就是时间不够。要不然更甜。对，它会更鲜这样子。更鲜甜。对，吃宽呢？我没有放盐巴，我就是直接那个酱放下去而已。不用放盐巴了，好好喝哦，对哈，好好喝哦，哇，这个真捧场，让我有信心，真的很好喝。我就是第一次喝到这个剥皮辣椒鸡汤，剥皮辣椒鸡汤的，我就爱上它。第一次喝吗？没有。哦，你跟我调白我以前我就爱上它，以后后来我妈就常常就会偶尔会煮一下哦。尤其这种天气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吃完饭以后，甜丝俩青红。因为我本来是没有放冬瓜，但是因为我那天看食谱，有一个厨师说放冬瓜味道不一样他就说你应该有尝试那个煮。加冬瓜，它加了一个鲜甜味，对，然后就是再放蛤蜊会更棒，下次再放蛤蜊给你们吃，蛤蜊会更鲜甜呐。对，等一下就可以加了。你有什么？你要讲什么？龙太公文飞先生煮的哈，龙厉害冬瓜做来标嘛，蛤蜊也可以放，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食材一定要放，有很多人会放，就是香菇，一定要标嘛。对，不用赏重点不用找不抢米，因为赏它没有味道，会吸里面的汤汁，那个香菇吃起来又有另外一个风味，然后那个汤又有鲜香菇的味道，搞太嘎各位姐姐阿姨煮料剥皮鸡汤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小 tips 跟大家讲。下次再做一次，可以专辑，然后就会放香菇。千万不要用干的哦，不要用干会抢味哦。是啊，会抢味。学到了。我们观众朋友，也喊的是很高啊。有的人真的不用找你就吃了东我差点要放生的。不行，扒皮辣椒鸡汤会被那个香菇的味道。香菇鸡汤。对，就抹嘞，就抹米。一个辣椒跟米血就抹到了。哇，这真好，这个汤真好，我这样有信心的，真甜。我在这边都闻到味道，你有闻到吗？你那几个滋味吗？对我自己煮的，我昨天煮的，因为我今天要一大早嘛，所以我昨天就先煮好，就放冰箱，然后今天把它取出来就好了。还是因为经过一个晚上，它更好喝。罗妈妈拍谁啊？她变心了，她煮的比你好喝。加冬瓜，还有鲜香菇。对，一定要鲜香菇。还是花莲跟米西某 Q 用花莲的剥皮辣椒特别好吃。奇怪，我就觉得你这特别香。真的，因为其实我有放就是脆的辣椒跟软的辣椒，然后软的辣椒因为它会烂了嘛，所以我就把它吼起来这样子的。对，然后所以对它就是应该它那个软的它的味道有进去。这样子，然后脆的。不要想歪。他眼神一变，又想会讲嘛该？我打嗝了我。赞。好，谢谢。我等下还要再喝一碗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安先生，哎呦，好好喝哦。这个哈，这比我自己煮的还好喝。现在目前已经3位了啊。对。哎呀，哇，3个这介绍的都只剩1位了，怎么办？也4位了，我觉得可以4位了哈，4位介绍都很屌。剩哲伟哥还有谁？
还有嘎奇还蛮好，对哦。你干嘛漏掉？佳琪我们都不期待，干嘛漏掉？那现在是要谁？直接跳过他。嘎奇还有长名哦，对吗？所以你觉得佳琪介绍的应该不尽理想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应该等下看看喽。好了，来，先堂吉冲条狗哎，恰嘎奇的狗哎。那介绍买个东西。我要先说哈，我那么瘦是因为我都很挑食啊，是吗？我都挑好吃的东西吃。是这样子啊？对。那这样才会胖啊，因为好吃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吃，会吃很多啊。他可能大部分都觉得不好吃。哦，那么挑啊？对。挑到怎么样？就是还好我有个吃货姐姐啊，对，所以她都会到处去找美食，帮你收集美食。对。不是很紧绷，你介绍听说清理会了。好吃，这是我们苗栗的特产。苗栗市区吗？苗栗市区，对，就是几乎是在地人都知道的一间老店，开了25年以上。对，25年了哦，那一家25年可以期待哦。就是一个东西，你可以经营到25年，那差不多第2代了这样。对，那表示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吃的。而且老板娘都是每天早上到菜市场去购买新鲜的食材，所以大家都是就是现做的，然后限时限量。对，限量哦，限时限量，因为常常营业结束时间还没有到就买不到了。哇，对，买时间差不多。也是台区2点去抽嘞。对。买时间呢？这样可以都5点就开始卖啊？没有，他这是卖中午的。哦，中午下午。卖几点钟都没哎。对，就是没有就没有了。没走错应该种哦。不是，它是点心类。人哦，真的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好。真的。对啊，你看卖东西卖好一件就好了。
摩吉只有准还会准批金的东西，他会去买菜、弄料、包馅这样子。对啊，你看一个餐厅或者是卖一个东西，然后品相很多，然后自己搞得嘛复杂的要命的。对啊，给磨。哎呀，其实你后的东西一烘就拉嘞。对对对不对？哎呀，有几款不同，这口味都不一样吗？有6个品相， 6个这个是萝卜丝口味哦，萝卜丝口味，这个是青葱猪肉，洋葱猪肉。哇，你会透视哎。对啊。看起来都长一样，上面也没有点什么东西，你怎么都知道？全部赏的空庸嘞！对呀，你好厉害哦！你很厉害，你真的吃到成精了。你真的好厉害哦！对啊，你看这个字，它上面有写。对，我知道这什么口味，葱牛，葱吗？对，这是什么羊牛吗？洋葱牛肉，这个是青葱牛肉。下面有小抄啊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这么厉害，不要这么低。这个就是绿豆沙，绿豆沙，对，甜没有？有甜的，有咸的。还有一个肉，那怎么办？罗哥，这是给你的肉，罗卜丝，对，有签你的名字在上面。罗佩斯，6种选择，好难选择，从哪里开始？全部都吃。这个萝卜丝呢，是我们家里长辈最喜欢的一个口味，因为它这个萝卜丝很香。长辈，那我是年轻人，我就没有。你先听听看吧，它有加，不要客气啊。它有加那个萝卜丝、香菇，然后加上虾米跟胡椒去拌炒，所以它闻起来超香，我吃起来是很清甜爽口的。真的哦。对。那我就切一下了。哇哦，罗哥你很有力耶。这萝卜丝通常都是一间馅饼店的招牌，它贴片啦，因为馅饼店它不就牛肉、猪肉嘛，萝卜丝感觉比较特别。贴片叫做甜的。嘿哦，这好像有点好吃吗？我吃别的好了。我吃这样牛肉。其实有点像安尼客家吹包，对方的馅料，像客家吹包啊，但是佢用那种葱饼的那种方式去包啊去煎啊，我看到。而且它是用少油，然后慢煎的方式，把这个表面煎的金黄均匀。对。它的皮也很香哦，它的皮好香啊。你当西餐哈，罗哥罗我拢讲哦，你要给呢，还有我记得有没有利于这懂特别的吃法，就是讲记得像哎 nobody 沾什么辣椒啦，沾酱油，没有你懂特别黑，他们会切那个韭菜切成像葱这样泡在酱油那边这样沾。你跟有盐是韭菜吗？是韭菜，还是而且是生的韭菜哦。韭菜，不是是韭菜，是韭菜，韭菜，真给等后生，它就是拿来沾，然后淋在上面，你可以吃到韭菜鲜甜生的哦，跟酱油，那每个地方都有懂贴片的调油，我觉得很厉害。那个酱料哦，两个人店面有弄嘛面。一口香，一口香，真的每口都香，不是一口香而已。我想吃一下这个，好，那个这个是绿豆沙，绿豆沙的，对，绿豆，哎呦，哇，有客人要来了，有人要请客，对。它里面有一点像绿豆椪的那种馅，对，但是它不会甜腻哦，真的，对，它真的是绿豆馅哎，真的哦，而且好酷哦，这个。重点是这一个皮呀，它会越嚼越香哦。所以里面肉馅不重要就对了，对，也很重要，它不会甜腻啦。他们是天作之合，好吃吗？它已经好吃了，也好吃哈。等它20两。对啊，它里面那个就是要碰那种米头有传统的味道，但是它搭配这种煎过的这种薄皮，这店家很厉害，给这个内馅给梅奇嘎州哎，妹奇嘎州哦，对，而且它的牛肉啊，这几乎是肉类的馅饼啊，它的肉都是做的很扎实。罗哥，我跟你说，这有汤汁，有汤汁，对，而且 juicy， 尤其是你到现场去买的时候啊，你第一口如果咬太深，或是你捏太紧，就很容易会喷脏你的衣服。哦，对，它会爆汁。一口香馅饼，对，你没有那些时间做的吃。对，大概捧场一下，要早点去吃啊，真的，要不然它卖个几个小时就没有了，没有哈。好，我这留着，因为我还要留个胃。对，等一下哲伟哥很厉害，说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哎呦，佳琪不错呢，他介绍的不错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多吃一点才会长大啦。好，现在可以长大。现在只能长宽而已，长其他地方啊。哦，也可以，好，长辈可以长大一点。哦，我们打底也谢谢佳琪。好，谢谢。好吃。
真的好幸福哦。对啊，这种特辑，我们以后改美食节目好了。真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很不错哎。吉娜最爱了啊！接下来重头戏啊！压轴的72大的后堂的歌曲哦，还有好吃的东西哦。不挂跳舞含菜干，每日根本嘅食饱嘛。哎，龙太讲你阿健，当厉害的讨厌咯，加热蛋糕。哇，这感觉很肥。哎，不要这样自己。我喜欢啊，我也喜欢。落山抢芬芳，转木路巷山歌唱，牛马带子落鼻头，爱天阿婆往事藏，临暗时从无吉唱，北风落雨都开张，山珍海味比唔上，白骨鸡件番薯汤。一捆青春，买一把幸福，装在千百种，黏黏嘅笑容，滴答短短嘅路行。不挂跳舞含菜干，每日根本嘅食饱嘛。Supermarket 无买嘅情感，系最贵嘅一行。酸甜不含有技术，有一种熟悉的小暖。你们嘅悠闲起嘅有幾重，出現的人生，健康健康。日頭落山搶芬芳，轉木路巷嚟山歌唱，牛馬帶子落鼻頭，愛聽阿婆往事唱，臨暗時從無吉唱，北風落雨都開張，山珍海味比唔上，白骨雞件番薯湯他一捆青春。買一把幸福，裝在千百種，黏黏嘅笑容，滴答短短嘅路行。苦瓜跳舞含菜乾，每日根本嘅食飽嘛。Supermarket 無買嘅情感，係最貴嘅一行。酸甜不含有技術，有一種熟悉嘅小暖。你們嘅悠閒氣氣有幾重，出現的人生，健康健康。每日根本嘅食飽嘛。Supermarket 無買嘅情感，係最貴嘅一行。酸甜不含有技術，有一種熟悉嘅小暖。你們嘅悠閒氣氣有幾重，出現的人生，健康健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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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很臭？对，这个 Superman 真的唱得好。哎，没有 Supermarket 不一样。I'm Supermarket 还 Super 系列啊，Super 罗时丰 ，Super 吉娜。罗哥记得 Super 不错。对，我记得 Super 哦，怎么拼？Super 怎么拼？啊 ，Super 怎么拼 ？HB 什么？台湾 Super。对，可以。来啦，涉案都喊。哎呦，我是甜妹，来掌声鼓励。哇，这感觉很肥。不要这样讲自己。
我喜欢啊，我也喜欢，会肥的东西我都喜欢。你整个吃下去就肥了。对，我不用整个吃下去，我已经肥了。哎，用他讲，你也见动力害你讨厌咯，加热蛋糕加落。哎的，是不是在那个火车头前面？火车投盐火车头前面，投盐哈。嘿，我讲一直塞盐饭，走。哦，一开始啊，佢喺卖面包卖胖嘛，卖包，卖包，面包最厉害嘛个喏，佢68年开始，民国68年，佢喺第一间啲头盐用进口鲜奶油做给人狗诶。进口哦，真的是他自己号称还是？没有是真的，他被认证过。哦哟，这还要认证？真的啊，因为开始做，譬如说做给人狗做小胖的时间，我们大部分在乡下地方都是餐车嘛，就有没有面包车？那时候怎么可能都是台式的面包？要不然就是那个有卖菜的，有没有？它里面还有煎麦那个卖薄的卖胖哎。故事用给龙时啊，一开始打出来，他们成本很高，我们觉得哇，进口鲜奶油吃起来真的某 Q 哦，它面比较细。宝摩呀，除了面包之外，他开始做波士顿派，竟然就大红哎。就是现在这种口味，就是现在我跟你说，原味你一定要吃，它的馅料不一样，然后巧克力，还有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来剖面秀，来今天某买豆黑马干你剖面秀，某买豆黑草莓买不到，抢不到啊！他都用当季的食品，清油苗哎，有还有乌哎，然后草莓是什么味道？草莓草是什么味道？你知道吗？草莓什么味？它里面有放整颗草莓加鲜奶油，你们可以先吃一下。它不是还有抹茶味吗？也有啊，也有抹茶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两个已经很厉害了，也是我抢到的。朱本君生吗？怎么了？他看到我一口把它吃下去，好大口。然后龙公先生，然后我告诉你，升天了我。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一定要龙公。一般来讲，你是波士顿派，双杯冰一定是筛过的细细的糖粉，糖粉都到台湾东市吧，那某边的话叫做晕台，他就把他的蛋糕体，它不是蛋糕体，他就会压到，他就会吸到那个甜的，就不好吃。哇，你看起来好好吃，你嘴巴张那么大，我都看到你刚刚吃了什么。都看到我这个波士顿派很讨厌的，就是怎么了？你已经吃得很饱了，但你觉得还是可以吃，但是你会觉得哎。好吗？要不要吃？我就想让哲伟哥继续介绍，你2片就吃得给。给谁还有以后给做忍不住忍不住。我跟你讲，我还没讲完，这最厉害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上面这个不是糖粉，它是奶粉。奶粉可是谁时间有时候奶在外面看看，它那个奶粉有点它调整过，所以有点咸咸甜甜的。明治奶粉不一定知道，这是他们的撇步，他们的撇步不好说啦，很细。我跟你讲，搭配这个奶粉，有点咸咸，有点甜甜，再搭上它的那个鲜奶油跟它的蛋糕体，我跟你讲啊。他还入选过好几次的桃园市的，这好好吃哦，伴手礼，差一样东西，一杯咖啡，对，或者是茶，但是董力浩给他不会让你觉得很腻，你知道吗？董力吃一下巧克力，他就很讨厌，其实很对，而且你现在快，我刚刚已经放下来了，我以为吉娜会吃很快，你看罗哥有多快啊！你吃一下巧克力，真的，这有要变，而且刚刚吉娜这样。还这样，然后我看到他嘴巴里面，我看到他刚吃的馅饼啊，什么都在里面，都在里面，还有西卤肉，还在里面，西卤肉也都还在里面嘛。真的太好吃了，好吃哦，谢谢。我真嘅有什么加热蛋糕哈，貼片咯，因為你節目的關係，它真的就是送这么好吃的过来，謝謝嘉樂啦。我講啊，實在時間，我要上東啊，以前高中啊，我念立中嘛，你知道住鄉下住呆龍潭，你要到所謂的台北要太遠，沒什麼錢。小時候去桃園市就會覺得哇。我到了大城市，你很認真在吃。你看我吃完了。对，然後你知道同學啊，比如說，現在1塊還是很便宜啦，可是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講，這是進口的東西。我們可以2個人或3個人買2塊，不可能買1整。哇，帶回去就覺得我們現在小奢侈這樣子。就大概都把它集合一點錢呢，來跟我買啊。有時候我要轉去，譬如講我一投鹽，我轉去買，這個吃到的感覺還是在吃回憶，而且又好吃。真的成長了，所以一次可以吃1個，所以我可以一次買2個。所以它波士頓派也是那個年代就出來，就有了，很厲害。而且它現在一
直在进化。譬如讲，李亚董流行的罗宋面包，超厉害，它罗宋也好好吃。他也把它做成这么大吗？倒没有了，倒没有，没有罗宋面包，一半吧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太敢油喊哦。下一集好不好？罗宋面包，可以。还有它的葱面包，哎呦，肉松面包。你看这刚刚不是吃很饱吗？哎，你们女孩子或者喜欢吃巧克力的，哇，你会爱死它，真的。这个波士顿派真的厉害呀，厉害，你不用太敢哈。哎呦，谢谢，真的你们好棒哦，都特别介绍，有咸有甜，有点心，还有甜点结尾，对，有好看的，有漂亮的，有会唱歌的。等一下还有传统族哎呦，传统族跟着欧巴桑、欧弟桑里面，可能会打住，我一听哦，哥哥姐姐们，哥哥姐姐，你要准备嘛个，等下我开哦，等他开起来，Q老师。好了，我们留着啊，留着，等一下这2块，等一下大家可以分一下。对，我只要半个就好。好了，来看传统族要准备嘛个好料的。可以哈。介绍嘛个家乡米啊，批豆米稀嘞，哎呦，批豆嘞，姜丝炒太炒，还有红萝卜呢，有一盒一般中国人也他抹出来嘛，然后是好好吃哦，入口即化。有名啊，冬瓜风呐，有很难睡的哦，很多块哎，皮黄金后真的，好吃啊！都传统族嘞！哎呦，传统族长的剃头的米头啦，正经啊！对嘛，嘿啊，长的好吃的，葱毛嗰条好爽的。家流行歌曲做嗰条啊，那个欧巴。咩无啦，咩好吃，条我吃到用俩讲啊用。好吃了，哎冇，咩好吃人看。看太几个有冇？看一了就清好吃。哎呦，油腔都安尼嘿，油腔都了的。因为葱果因为煮吹嘛，带了好吃的。来，期待。哎，期待。一翻译。等真久嘞。但是我家流行歌曲做已经吃饱了。你吃饱了哈？那吃得到啊？吃得到啊！跟某一听好冇？等他看到YouTube是有。哎呦，你是牛有4个胃。哎呦，真的哈！我现在先反刍一下。来，先躺 TV。哦，旁清修带来和糖的歌曲哦。好，来躺个啦。
哎呦，有东西要吃了。哎呀，妈个，用这位一轮快，赶时间。哎呦，送这今日主题啊，是不是？是韩国来，是不是？我韩国来啊。介绍妈个家乡面。哎呦，那批到米西嘞。猪姜丝炒太炒，哎呀，这特别安尼客家菜，系啊，动油名的客家菜，清油名的客家菜。客家菜一般讲到的就是客家风肉、客家炒肉、客家炒肉、姜丝炒太炒，真有印象对客家菜。嘿，哦，系哦，动油名的，动油名的，连吼外国人唔敢说的哦，伊。食过以後吼，叫咩前面哦。外國人，係哦，外國人唔敢信女僕了。係啊，係啊。以前咧，你印象中嘅外國人冇信女僕啦。但係吼，我細時間吼，我卡來嘅美國嘅草根大使吼，一看我就識計吼，知道。上一世，中華英也不卡斯咯。我差唔多小學1-2年生嘅時間，家下喺台灣網友嗰種嘅。農業忙動有發達，美國嗰邊有派個草根大使。哦，農業代表了高台幾個都草嘅，像嗰啲鴉片，嗰啲包梅。我派一個喺非洲。非洲嗰啲咩會派過去啊？嗰啲學到幾幾歲以後，可能發揚光大咧哦，變嗰啲做嚟做草根大使。哦，做嚟高配人用。係啊，嗰時哦，美國人。那可是可，我記印象懂。可是可，給他名哦，給他名哦，那 Costco 係啊，可是可，哎，可是可欣賞。係啊，記來吼，看我就說啦，我就過年過節有炒嘅姜絲太重。係，佢上個時有上講，我就講。從馬街佢講該東昌意大利麵。哎呦，啊，可以來唱。意大利有嗰種安尼。通心麵。通心粉嗰種，當有一隻孔嗰種。係啊，佢講佢試試看啊，當地佢一下試到講good。哎呦，吃看它就等於 good 嘛。外國人有食得 good 哦。我用公筷夾它。這樣是媽媽炒嘅。媽媽炒嘅。所以要傳承到媽媽嘅口味都炒嘅。係啦，媽媽多些咧嗬，我愛。還有紅蘿蔔呢。來，因為嗬，吃看啊。因為嗬薑蒜辣要用紅蘿蔔，一般中國嘅人他冇蒜辣嘛。哦。然後是好好吃哦，入口即化。那有邊個黃條醬？有嘛冇邊黃條醬。哎呀，以前古早喺米絲嗬冇邊黃條絲啊。下嗬，大家都有邊黃條絲。我哋喺照以前祖先嘅做法。自家不卡傳下來嘅呢種。跟太重用嘅樹林，有辦法弄哎呀。冇買米拖，清河，香梨，啊天意哦，哎，因熬都真軟的，做我煮清酒嘛，唔會煮湯酒，但係洗凍酒，洗夾變過來變過去，又要變轉來。我用嘅可樂洗嘛，睇咁樣講，我用可樂洗。用漂白水。冇啦，漂白水。漂白水做唔得。哇，硼砂，係嘛？冇。用咪記得條係洗康下面洗床嘅全部用硼砂。係哦，呀，硼砂係精用品嚟。哦，精用品做唔得啊？哦，我用麵粉、用鹽、用酒，韓國用筍絲。哦，係一面洗好咧，洗過咧，銅槍咧，再個變轉來。第八度嘅面又用當嘅方法洗一遍，洗槍咧又再個變轉來，再用燜佢嗬，食到會入口即化嘅感覺。要做個做料理的用心，對呀，哎，功夫菜，開玩笑，你不要以為說哦，這個切的，炒就好嘞。給是一種炒法啦，但是你看，你按用心，我洗就會洗很多東西了，一洗。哇，哎，真的，好吃。這一道哈，是我目前吃太薑絲炒太重，哎，挺厲害哈。我覺得真的好棒，真的。一唔係講拍下炒而磨，真係加個薑絲炒係真軟土真係。唔係講挺硬，有啲真係挺硬。咬唔爛啊你，有冇？哦，嗰個是到嘅呢，乜嘅呢橡皮筋用嘅呢，係咪？哇，讚，謝謝，厲害，好嘛？謝謝。自家做開店咧，好嘛？係嘛？係啊。好。
专卖这道菜就够功夫菜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接着安徽啊，在旅华人啊，等下吃晚餐的时候蹦，同下蹦，好不好？开始来分享。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来回座休息，回座休息啊，按这些，哎，含糊，就酸呢，它肚厚，跟米头骨也感觉哇。真的好吃，一直分泌口水，你看他去卡，是唔到拍谁啊？等他下一张来先啦，会不会用一下？你是都用版的，来，沙下来，沙厉害哦，中雄曲带来后堂的歌曲哦，来。菜
子天台清酒。哎呦，各位创都好，系啊，个主食啊，主食又厉害，系模人做的地皮的。带我来面弄好澎湃哦！做的韩国语嘛？做的韓國人你唔敢過嚟。哎呦，哎呦，喺面弄太房。太房，鳳肉，都有豬肉，有雞肉，有冬瓜，有木瓜，高麗菜，有高麗菜，紅蘿蔔、洋蔥攏做得變。乜家做都係鳳嘅，研做的係鳳嘅啦。啊？做一鍋鳳啊！哦，做一鍋鳳，做一鍋鳳，研邊可以講下做一鍋鳳嘅啦。研鳳就唔好嚟啦。研鳳嘅建材不甜啦。兩個清洗時間是夠100，一米濃嘅時間。啊，一米濃嘅時間。一米濃一天20日嘅。我做一天，我特別唔知個嘛，有乜嘅鳳，乜嘅鳳，係啊，我啲鳳肉客家有嘅，但是有乜嘅其他鳳啊都唔知呢。螺絲鳳，螺絲鳳啊，唔係做得鳳啲咯。黑莓哈，吃看那是呢。好了，日吃了聽錯蹦飯就錯了。所以一聽到批飯都錯。哎，慢慢夾定咗。夾定佢是豬肉，是豬肉哈。來。哎，給高麗菜，高麗菜，俺哋清好吃咯。你有冬瓜嗎？我有安子西哦。香菜我要來一點。有肉。哎，給高麗菜。高麗哦，高麗菜。哦。哎，放到青肉呢。哦。按肉。來。有片南水的哦。按多塊誒。哦。個蔥爆香油哈，真的是我們客家的那種精髓啊！這高麗菜好好吃哦。對，可以了青肉，它吃起來還有口感誒。對啊，沒講按用，就是入口即化這樣，它還有一點點口感菜。而且那個蔥爆香油，那個香味好香。跟俺哋面濃嘅鐵曬。係咪啊？係啊。我要一口吃掉它。我跟你講，你去到美濃哈，就是你沿路就。皮蓬去後真的，硬黏肉，好吃啊！是豆腐呀，硬黏肉嘅奇怪。哦，你聽說要窮肉嘅。是忙，你趕快吃。好來，真厲害哦！真厲害，佢煎的滷團的有肉。那是兩皮的，哦，肥的，是不是很想念香菊姐一下？都清香哦，肥的，那是什麼？你怕俺有事？我跟你講，那味道。跟那個柔軟度真的恰如其分，就入口即化。你有冇案例話，它高麗菜沒有化，可是它肉化嘞？對，高麗菜哦，切對半，按嚟標下去。係，佢頭毛剃起咯，有冇？那唔會散。哎，你做打包嗎？做的。哦，那個肥肉啊，皮豬肉啊，真的入口即化，哎，然後就發開了。門都按嚟好都肚好食。嗯，所以俺哋面濃哈，過年過節一定有日。兩牛會破鍋嗎？要炸過嗎？炸過嗎？全部上誒，都切，全部標下去。全部東西標下去之前哦，嘿哦，還有一個小秘訣，唔好釀鍋啊，標乜嘅點啊？哦，唔好釀。下杯標釀。甘渣。會記嘅有冇切一團，冇嘅肉啊。一條點哦，釀煲啊，釀都冇帶啊，所以甘渣代替味精就這個。冇錯，哦，要帶皮毛，要帶皮毛，有帶皮。對啊，就是要含鹽看某是味精嘛，但是甘渣是甜的嘛。錯。對啊，哇，難怪佢食起來這個味道都濃。可能係因為甘渣關係，古時候佢牛做得安源，你這樣做1點鐘叫就安源咧。媽唔係講甘渣問題，唔係哦。對啊，你看。甘渣係咧，我比冇一邊釀鍋。啊，好好吃哦。泰國咧哈。喺泰國冇嘅甘渣墊着哈，以為釀鍋啊。泰國哈都關師傅必煮1點鐘。哇，還要煮多1點鐘。對，哇，真的呀，真的要。也是後宮的。你要吃一份好的料理。吃好東西冇咁簡單誒，青島嘅高場，很多手續，還是有功夫的。好，這個泰鳳讚。來呀，麵扒板。麵扒板。米濃嘅板條嗎？錯，我中華都麵扒板誒。錯，我真嘅麵濃寄上來咧。真麵濃台北冇買嗎？我買唔到。啊？我請我姐姐同我中政府嘅買上來，寄上來。特別都寄上來。米濃寄上來。去加炒安用。係啊。加炒。係。我們節目何德何能啊？我哋呀媽唔係炒嘅喲，我哋呀係呢算炒嘅板條。
糟诶，应该底下毛边头。糟诶嘛，意思泡水吗？泡水漳州的炒。糟诶嘛个意思？没有，像泡面那种。它是干面，没炒，没，它是干板条，没炒板条。很有分哦。哦，用搅的是吧？搓。以前的面趴板，用手水切好以后，让用那个香油那个用去搅。嘿，错。有讲安尼韩式食道一下最怀念的人呢，米浓辣姜豚有吃哈，有落个两样，啊个葱头，对，冇香样哈。就变五汁。嘿，错。哎呀，五汁，加落个米都冇香样。嘿，错。米浓这片有给七家嘅酸吃，错嘛？我记得我去是个面趴板的时候，那个店头底部都是给有给七家嘅牌。对，哎，南部上有诶。俺北部看某人用嘎吃啊，没有嘎吃，但是南部都有。有吃豚给辣椒酱。哦，辣椒咩嘿？你七家南部诶，错嘛？错。葱油嘿，你七家炒诶。葱油我自家炒。哦，真厉害。就像俺去台中是炒面有冇？加东泉辣椒酱。一点么改了东泉辣椒酱的意思。如盐国天的那铁山呐，哎呦，好好吃。好吃。这真的哎，大厨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什么？好厉害哦！好了，那我就不要吃太多，让分享给我们的工作同仁们。开始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香芝姐，谢谢。要接收这里的。潘一斌啊，看个云言太极听众们请理会啦，总云言带来后堂的歌曲哦。对。爱
呦。哎，云莲姐，帅哥美女好，你好，你哎呀，好，很唐唱歌的哈，你做生米色，哎，来，永酥，苗栗名菜，直接朝桌边进行，哎呀，来，反挑，哦，你係客家小炒，客家菜用的青腿表，客家，對，哎呀，好，跟係豬肉，豬肉，三層的較油的味哈，可能會稍微鹹下香。對，三層的它唔會硬硬，對，韓國落油，魷魚哈，韓國嘅蔥嘅啦，芹菜，蔥嘅嗰是芹菜。哦，冇挑夫乾哦。挑夫乾，見咩冇標挑夫乾？正統客家小炒講冇挑夫乾，係要唱高公園。但是一般的人來講哈，見咩要落挑夫乾。係啊，像 MV 人唱嘅啦哈，客家小炒啦，鳳肉啦，韓國嘅筍乾啦，個卜菜糖啦，這個一定有。來，吃寬了。我講苗栗人啊，啲苗栗較大部分較冇標芹菜，新竹。以北先做桃園，真有標芹菜，姜阿姨炒。係啦，正統講苗栗人冇標，但是我知道黑眼知道就會標到芹菜較香，它有一點綠的味道。誒，安呀個南部屏東，誒米農有標芹菜啊，標乜嘅？米農哈，冇一個客家小炒。冇，這個是苗栗啦，苗栗。你確定你們美濃是客家人啊，還是原住民？川湯又好買啦，不過家庭哈，青少年嚟炒咧。啊，真的啊？跟你係什麼嘅？太鳳啊，鳳肉啊，有紅菜嘅呀，知嘛？好了。白肉青。所以美濃他自己都會吃呢，他美濃人看不起客家小炒。哎，不要挑撥南北。吉江美濃蠻好吃的。哎呀，吉江哈，這南北差異哈，那個口味都不一樣。南部就是油麻醬、豆漿，我哋美濃講豆漿就黃豆醬。黃豆醬，黃豆醬啊，有米哦，啊都做的จิ้安尼的黃梨，做黃梨那個黃梨醬。哦，黃豆漿啊，做嚟做黃梨醬。有啊，青島安用做就做個鳳梨苦瓜雞啊。係對，做安尼鳳梨苦瓜雞幾好食。會做啊，這豆漿。哦哇，真係哦。南北還有一些有含茶以米濃食可能。但排泄啊。也是沒有你的客家炒肉。排泄哈。會吃寬啦。你講較實吼，有啲人炒較糟，錯冇？因為嗰位有油啊，真哈，看起來有些人啱唔會呢，拌麵啊，配麵呢，都是。它是很家常，有沒有？對，好家常的味道。就會媽媽的味道。有媽媽的味道。真的。好吃。哦，要真的連盤的都會放得啊，龍哥。我要攞一些的沙茶醬。哦，有啊。對。係哦。好像有哦。我媽媽還攞個蜜醬。蜜醬。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有的。就米索啊，味噌呀，哦，蜜醬，嘿，叫做咖喱啲咧，用來炒，有，它又有一個感覺好像也不錯呢，又多了一個味道了，甘條呀，哦，對，我就是了，你清好誒，你兩個冇強用，哎呦，也洗了一個太了誒，佢8號本身，那你乜嘅冇強用嘛？喺 NIV 反條，好涼啊，好涼，對，這個是黃泥的啦，哦，啊，這個好像是蒜味是吧？蒜味的哈，有蒜味，他洗了唄，哎，他剛引帶個9號的啦，這是9號的，他的9號很有，哎呦，9號公路，哦，這好像也是蒜味的，有嗎？冇強用，呢隻是黃奶誒咩？黃奶，用中藥有黃奶。Andy 嘛，其實節目底部喺杜漳州的是飯條，轉移做我們的事咧。真的，你拿啲酒來幫當好，酒個咁嘅泡茶。當菜歌啊，就110度，飯條12度，阿松急診都可以到。哦，120後適量就好。飯條全部扛起來，做我們的事。佢都來2篇漳州的是飯條。真的，
所以要等下做流崩来，慢慢的说。你的事嘞，提上做的咯，上一周我们的事嘞，哎呦很好哦。哎呀，什么颜色？哎呀，给你们按的大棚的节目那有办法哈，说到人家的好料理。豆潘哎呦哎，最近啊，真的豆潘呀。俺没有，你是喊豆东西哟。嘿哦，哎，制作人，我们下次就每一集就弄吃的，这样就好。对，我们全国各地闹热。尽情用潘，很爱人还是嘎嘎长得模式各位。好啊。好啊，谢谢安之姐，谢谢。还能做一准批哈。好，辛苦了朋友。谢谢。安之姐。好，来，哎呦。这个太好了，太好。哦，然后留灯了哈。一定要留灯。来，撒下来，撒下来，真民族带来荷塘的歌曲哦。上到啊，草fun长南。也系太薄诶，太薄诶，所以只爆三川，是两只爆三川，就滚嘢都唔做俩葱嘟嘟好，俩嘛。俩黑炒粉肠，炒粉肠，嘿。这个特别推荐，哇，又有酸又有甜，有些甜甜。寒酒，馒头香南，包子嘞，太炸啤酒面呐。走牵马，莫夹呀呐，是了了。
川呐。哎呦，民族欣赏，民族欣赏，美食专家，中国好有律动感。对啊，马该东西啊，食量早就爆山川呐，肉包，肉包，还有在哪里呀？在这里呀，在哪里啊？都唔知咧。哇，两肉包正经会爆山川。要排水来买嘅呢。啊，没哦，还错不去排水嘅时间啦哈。病牙面喊他台，最满意只，最满意只。後背還要2-3個排練，啊，攏係翻拍練，哎呦，冇好買的。哇，竟然要買到3隻，買到8隻，對，這不買槍槍，全部買佢哋。哎呦，被你掃台就出嚟，23條。哎呦，按便宜，按太漲呢。係。難怪純肉包咧，因為佢要當到米絲啦，要鹹脆啦。特別買過誒，不1號式的包誒。差不多給他2/3吧。嘿，嘿，1隻18元。嘿，條價嗬，便宜咧，條價係便宜咧，條價係係阿叔嘅。2,000千古貴哦，你走後門買。係講咩？係講我嚟做就介紹啦。結果唔是咧，唔是，因為我準備要退休咧。我想我食呢條安寧嘅，佢哋也做下少嚟啦。也有7家做就出嚟，做7家現做嘅。也係太薄誒，太薄誒，所以隻爆3川，是2隻爆3川，你做嘅事都唔是。兩槍嘟嘟好，你係咪？也係炒粉腸，炒粉腸，嘿，白公公太醬條嘅，誒，先有名錯嘛？新意飲食店。百年呢？百年呢哦！你啊做 TC 推送包亂姊妹。我好食粉腸比好食太腸行啊好食，係我非常好食粉腸。我特別去到我家婆嘅，佢看到我去多嘅話，馬上就喺面送粉腸來，就炒本來食。但是佢炒嘅粉腸唔係那種方式，佢較水。哦，有醬有汁咧，就像安尼薑絲炒太長嘅方式去炒，你炒都按照，鐵劈咧，嗬，佢嘅料理，其實佢有千道料理啊，我帶唔來唔掂啊，你千有名，你8隻包我是拉寬。哦，對啊，還有還有鵝腸炒韭菜，哎呦，鵝腸炒韭菜鹹菜3層肉，慢慢唔會下到幾少條，哎呀，真好吃呢。誒，佢點麵哦，有一麵醬哦，有100年呢，係麵醬啊，做唔得拆下來是會瓦解會水皮。真係得，白公公、富港，嚇，太醬條順。新意飲食店，佢講，因為我學了6樣，鐵劈做假豆本啊，係啊，按字寫哦，係啊，所以也係要佢出嚟。TC 推薦，除了賣嘢，還要賣其他喎。當到，嚇，全部麵嘅條飯啊，有麵要當好食，湯條千好，新意嘛個。飲食店的小吃店一樣。哎呦，全部現炒的啦。哇，好吃。哦，這個特別推薦。哇，又有酸又有甜，尤其係甜甜嘛用。好來，粉腸吃完，吃飽誒，一人一半，好吧？感情不散，好吧？給版本，我看那班肉較多，肉較多。工作人員親公平，全部切到。你喺講安用班長係啊？係啊。乾杯啦！乾杯來！不要吃太老。不，那個叫乾杯。真是好食，米湯哈，有軟，然後是這肉是好香哦。對啊，有辣香，又有辣油，又有香香。有的人上嘅時候，我見上佢3點下豬頭人賣啊，嗬，早晨頭是6點開始賣，但是我哋下豬頭魚啊，嗬。我怕佢3點賣，忙啲2點人是賣睇嘅。蛋面皮蠻好吃，薄嘅皮，薄皮咁樣。饅頭咩好食？饅頭咩好食？饅頭也好食。買唔到咧。有些吃嘢，有些像啲老麵團嗰種感覺。對，有一點啊，裡面肉餡又香。好吃。
还一摆俺做的呆馒头，韩国咸脆的，吼，韩国豆腐干的，很容易很爱。你这个比较优秀，这个来加摆。好啊。像这种人，特摄出来做案的美食节目。老个云见这，太是来看下过来啊，做一个上一号是嘛个？哦，真好吃的哦。然后他给他看下分享啊嘞，哎呦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等一下回来。就这样，谢谢啊，哎，老师耶，你看，他为了要介绍好吃的东西，还特别来参加，对啊，很走得很讲，还没，从茶梅跟我讲，哇，这个粉，这好好吃哦，粉肠也好好吃哦！哇，我晚餐有着落了，晚餐已经着落好几顿了，是用在宝山川呢。哎呦，沙哈瑞亚 V 哈，哎，沙哈瑞了穷妞带了荷塘的狗球还好吃的东西。哎呦，哇！咁樣知？你咪看下身材一定清楚何時厲害嘅？睇下是按到何時嘅，我而家下是嘅冷達嘅。
朗达诶，蓝搭诶，蓝达诶，零嘴，零嘴，零嘴啊！我平常不太吃零嘴的。哎呀，不会啦，你等一下你就吃，等他就会吃了呀。来，可以哈。哎呦，呀嘿，这个好像没什么看头。龙眼干吗？很好吃的，呀嘿。不是，跟那一些刚刚之前比起来，由奢入俭难啊。有啊，还是因为含的东西，含没啦。现在进到甜点怕了，是不是？要解腻哦，解腻啊！我还不腻哎，还不腻啊，还没饱呢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很特别呢，这个要烤3天3夜才做得好的哎，3天3夜要烤3天3夜，是，而且还要摇滚。还要摇滚，还要摇滚，还要跳起来。没，一个还好，要用那个耙子啊，一直爬，一直翻身，一直让它滚动，要给它均匀受热。对，所以要摇滚。所以要龙眼干，对，要炒好诶，要炒一8块了，龙眼用，还有他就把它剥开来，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啊，就得煮那个桂圆红枣糯米饭。甜的蜜果嘿，好吃啊！俩老给桂圆很用的东西，所以还蛮白的。俩就是桂圆哈，桂圆，8块的是桂圆嘛，对吧？英国的公众人白的吧？公众人，哎呦，他们不知道有没有洗手。自己剥啦，可以边剥边吃。这个板的是一张白好的，哎，个董红嘅籽可做得是吗？籽不行，籽不行哦，我已经咬碎了呢。下一次剥好给你吃哈。你要吃我也不反对啊，你就尽量吃啊。对，有一个很特殊的炭培，对，为什么那个因为不是烧焦味啊？不是，它全部都是用那个龙眼木去熏，所以要熏3天3夜才让它烤熟这样子。它懂哦，还有一只脆脆的，脆脆的，对呀，好吃啊！它肉啊，脆脆的，就烤的脆脆的。就刚才吃都是咸的，真的吃甜的会对。哦，它那个炭香味好香哦！它真的烟熏味好重。烟熏，对，这是炭培的，这很特殊的做法哎。我们那边就有一个很大的灶，哪一片？南头，中寮龙眼林。我们住的地方叫做龙眼林，刚刚好就是因为很重很多龙眼。哦，名产就出来，那边的名产。还有它俩嘿，还有龙眼蜜，喝喝看，你喝喝看。龙眼蜂蜜泡诶，对，龙眼蜜。哎呦。是不是很特别的香味？有，好，也是非常的纯。对，这个龙眼蜜哈，就是我们那边就是因为龙眼，我们自己家种很多龙眼，很多那个蜂农啊，给放很多那个疾风香。给我标我养给他。嘿，放在我家。哎呦，对呀，要租你们那地方。租，因为就是要刚好它有开花，这个感觉好纯哦。对，因为有的蜂蜜是都。苞米的时节会酸，对，它嘴里会有个酸味，而且它很香。对啊，我也喜欢吃啊。以前跟小时候都是一个人一根的那个，就一棵树啊，一个人爬一根。你不要以为我以前的身材就是这样，我以前很瘦。我没有，罗哥才会，我不会。就那树，你们家那些树应该都断掉了吧？被你拔断掉。你们的树应该不会结果了吧？这当红就紧死了哟，对吗？对，紧死。就是一直摘一直吃啊！哎，冲狗会做的，唱歌可以多喝的。哎，但夏天的时候可以加一点柠檬哦，抽。对，哎呦，是蒙琼又结婚，好，请你喝的，让我们解腻一下。虽然看起来很朴素，是，也是很厉害。对，你自己要多解一点哈，解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好 ，OK， 按这些。好了，沙了，嘿，你文粉欣赏带来后是个东西，后糖的狗球。其中国是后糖，但是带来的东西唔係後生麼？期待一下。历史那
上了电那路啊，讲起命上用了。欣赏好。哎呦，含有蜜头啊！我现在手还有包的蜜头。哎，我都错，该真的。难怪用金批就肚子有摇嘞。又后难咯，做单位很会安排。晚爱来吼，就饭后甜点。哎呦，真嘅呢！刚刚吃点那龙眼蜜啊，喝点喝个饮料就吃甜点，就结束这一餐了。对，哎呀，哎。聽下來開下時節啦，辦路啲嘅媽媽打電話過來，誒，今年介紹新中秘書嘅節目，要賣嘅咩店嘅豬油餅麼？來，哎呦，豬油餅，豬油餅，門講要帶來麼？咁默契很好，哎呦，人家要上到，媽媽要上到，用嘅我把咪當好時了，做產餅其實佢係豬油餅。豬油，豬清香，像那種傳統的餅的都會標一些豬油，錯嗎？尤其是它比較酥這樣。你咪係幫人的老店，廿三香油嘛冇強用，兩袋你就係做產餅，老嘅我都做產工人米粉。合稱新竹三寶新竹三寶，新竹本來它的舊名就叫竹塹，對呀，所以竹塹餅就會描述，還有米粉，還有公鹽，來，一小口就好，一小口，是從你寫的台餅，喂，好香哦，不過你咪幫人的老店，提示台嘞，這是我們小時候的記憶，有嗎？它裡面底部有一種東西咬起來，脆，那個叫馬蹄啊，冬瓜糖係啊，冬瓜糖，唔係馬蹄條啊，馬蹄條啊，馬蹄條不是港點嗎？對啊，不是馬蹄嗎？馬蹄都是會冬瓜糖嚟的，冬瓜糖一周啊。哦，佢阿太本來喺個三豐苗前買，種嘅啦，可能種買到冇，見到個料嗬，去做餅出來就急落去，茶店度出名，便利係做產餅。好吃啊，還有個油蔥跟米頭，係啊，從嗰啲細細嘅童年回憶嘅台餅，我講緊下推薦嘅係啲啊。好，也係呢啲係創新嘅餅，開發出來新嘅餅很多。核桃麻薯餅，麻糬，哎呦，糍粑餅啦，對，也得本愛。你講下講緊到糍粑餅，真係好香哦，餅皮了一些，哇，它那核桃好脆，哇，這個真係。就喜餅什麼有冇？大餅這種，這兩個真的是送不會繞口。有面子。還過來，馬lau蹄條lau蹄條lau蹄條lau唔係馬lau啊？馬lau係用個馬
哦，芝麻哦，俩用剃头的。唔讲系试过迄用粉的啊，剃头粉，黏迄剃头粉的，哦，要贵粒的，也还贵粒的呢。你再问，外脆内软。哇哦，爆破秀，哎呀，好吃嘞，这个好好吃哦。不，我觉得不够瘾，还是要。嘿啦，越白是一条。来，我来亲这个谁的。哦，很香，好幸福哦！哎呀，真的，也比嗰種粉咧，含它有剔透嘅米絲，真的，係啊，很濃郁。民以食為天，都是睇記得按多好料，我哋飯後茶點，對啊，哇，哦，這個花生酪啊，剔透酪啊，哎，好吃！我第一次知道這麼好吃的。哎，是這個，但是唔是個安好食的。佢剔透很脆脆呢，它的花生的口感還是脆的。白煙老店，它呢唔會老開。哦，這樣，就全部都要給媽，就這樣啊。同一件啊，同一件。你新竹嘅時節都係帶伴手禮。睇下咪行嘅咯。哎呦，所以我把特別推薦。新竹市北門街6號。佢哋3方苗頭前呢？新竹3方苗頭前呢？新竹3方苗頭前。好了，叫新富珍商行。哎，有限時。古時做的去試下米粉，嗰個貢丸湯，過來買2餅。落去3方苗食飽人，出來買下甜點電路。哎，來正認真。謝，安主任。農民先生，好吃。各位捧場下來啊！哎呦。睇住個看到會肚子搖。今天真的太開心了，哎呀，就從一開頭啊10多米，從頭10多米啊，倆有飽嘛。對，他安不了唔是吃的，晚餐不用吃了啊。哎呀，謝謝你們哦。什麼睇住個？安這些帶安好吃的東西。哎，喊一些個做了好嘞。哎，好。終於我想一下。哎呀，因為從安好行嘅國本大概行。分批樣用哈，分區來介紹。真的。啊，安尼哈。今日節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啦，好嘛？啊，大家有想啊嘛，這個看到哎，做得小請一下，馬上去做，馬上去買，買了試看啦，用書一下。係啊，好創過夾個就報名。夾個打電話落嚟，09666766，夾個打電話哦。報名專線等大家打。好嘛哈，今日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呢，謝謝，沒有多謝。什麼？你的好朋友愛好是個東西，安子生，不是啦，搶籌。來，他家真的是他，等他跟他來吃他。什麼小康老師還有沒有進行場？老師不要看了，等下直接來吃了啊！等他開起來跟我來分享一下，還有天成為總動員，辛苦嘞！謝謝，下禮拜我唔記得啦，一天都準時收看呢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強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